大家好，歡迎收睇歡樂世界。Blackpink 嚟到香港開 show，唔單止搞到全城一片粉紅，仲牽動到旅遊、零售、城市品牌同政府施政思路，值唔值得大力推？點樣先叫善用效應？今日就同大家慢慢拆。Blackpink 今次 Deadline 世巡最終站揀喺香港，喺啟德5萬人場館連開3場，全場爆滿，場外一帶由地鐵站到商場都變成粉紅海，大量本地同內地粉絲專程入場，形成一股典型盛事經濟。有學者估計，如果門票全數售罄，整體可為香港帶嚟接近2億港元經濟價值，而且喺一個普通1月週末就錄得接近新年假期水平嘅內地客人流，可見其拉動力。從數字睇，Blackpink 演唱會為酒店、餐飲、零售帶嚟即時生意，週末酒店入住率升至90%以上，啟德一帶食肆同商場人山人海。從城市形象睇，Rose 多次喺台上試魚蛋、雞蛋仔、奶茶，Lisa 走訪車公廟，呢啲畫面經社交平台瘋傳，等全世界粉絲見到香港嘅地道美食同傳統文化，係一次難得嘅城市軟實力展示。不過呢啲效應目前仍然比較分散同短暫，多數係靠商界自發同偶然行為帶動，而唔係一套由政府主導、整合宣傳、深度導流嘅完整策略。有業界已經公開呼籲，特區政府應該更主動同國際頂級演出。娛樂品牌建立長期合作，將一次過打卡變成年年有、處處有嘅盛事矩陣，真正將 K-pop 熱潮變成長線旅遊資本。以下會用3個角度理性分析：一、經濟與盛事經濟，政府有做，但仍然被動零散。由經濟層面睇，Blackpink 演唱會已經證明咗一個好簡單嘅道理：當你有世界級 IP， 配合夠大嘅硬件場地，加上便利嘅跨境交通，自然會有人流、金流跟住嚟。學者估算，今次3場 show 如果爆滿，經濟效益可以去到大約1億9500萬港元，對成個本地生產總值比例唔算巨大，但對酒店、航空、餐飲、零售等特定行業就係實實在在嘅一針強心劑。尤其在疫後復常、內地旅遊選擇眾多、區內城市競爭白熱化之下，任何一個可以帶動過萬外地旅客，令酒店一度爆滿嘅活動，都值得政府認真當成政策方向，而唔只係例行支持。從行業數據同訪問睇，酒店業界話週末入住率由平時嘅80%升到90%以上，啟德一帶餐廳人流明顯增加。百貨及商業職工總會亦指，無論係場館附近商場，定係市中心地區，3日內地客消費都相當活躍，證明音樂會本身唔只係場館內經濟，而係可以向外輻射。呢啲情況係足以成為政府向市民交代盛事帶動民生嘅實例。當你吸引到高消費、願意留宿嘅旅客嚟香港，佢哋喺食、買、玩上面自然會留低銀碼，從而撐起本地就業。然而，必須坦白講，今次 Blackpink 效應之所以出現，更多係因為 IP 夠強，粉絲自己會飛嚟，多過係政府預先設計好一條完整盛事、旅遊、社區、中小企營商嘅鏈條。雖然政府近年好強調要搶盛事，亦成立相關工作組，強調要同國際活動主辦方合作，但當你逐一睇今次演唱會周邊安排，就會發現好多環節仍然偏向跟住個活動走，而唔係由政府出手主導整合資源。關鍵係政府要懂得同私人主辦方建立策略夥伴關係，而唔係一味搶獨家或者放手唔理。如果香港可以喺政策上配合場地租金優惠、宣傳支援、出入境便利，甚至結合大灣區聯動，與國際一線娛樂公司簽訂長期合作框架，就可以將 Blackpink 甚至其他韓團、西方天王天后嘅演唱會變成一浪接一浪嘅穩定盛事供應，而唔係偶爾一次。以支持中央、支持特區政府嘅角度睇，發展盛事經濟其實係同國家整體發展路線相配合。中央喺《十四五》規劃同大灣區發展綱要入面，清楚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同國際旅遊樞紐。香港要做嘅不單止係有活動就配合，而係主動同內地、國際市場接軌，利用自身國際金融中心、自由港、普通法、東西文化交匯呢幾個優勢，拉動高質素消費、文化流通同就業。今次 Blackpink 演唱會提供咗一個好具體嘅示範場景，政府完全可以將成個運作過程數據化、模型化，變成日後招商引資、吸引大型活動嘅說服工具。政府今次方向無錯，亦有一定支援，但現階段依然偏向反應型，未去到真正主導型。若想充分發揮 Blackpink 效應變成長線效益，未來要做嘅係以活動為起點，而唔係終點；以產業鏈思維，而唔係一晚爆場就算功德圓滿。2. 城市品牌與文化敘事，軟實力可以再主動一級。第二個角度就係城市品牌同文化敘事。
K-pop 本來就係韓國國家軟實力最成功嘅輸出之一，而 BLACKPINK 作為代表性女團，喺全球年輕人之間有極高影響力。當呢個級數嘅文化 IP 嚟到香港，特區政府絕對可以將之視為一次借船出海嘅機會，利用對方流量去講好香港故事，推廣中國文化。今次演唱會的確出現咗唔少值得肯定嘅畫面，Rose 喺台上主動品評魚蛋、雞蛋仔同奶茶，唔少海外粉絲喺網上留言話下一次去香港一定要試，證明單單一個偶像嘅幾句說話就可以拉高一個城市美食嘅國際曝光度。呢實去車公廟參拜，更加係將本地傳統信俗帶到國際視野。有業界人士指出，呢啲行程不但展示香港味道，亦有助推動以廟宇文化為主題嘅深度遊。呢啲其實都係香港品牌同中華文化透過流行文化自然滲透世界嘅例子。問題係咁多寶貴素材，政府點樣將佢哋變成有延續性嘅城市敘事？如果只係停留喺短期新聞熱話，過幾日就俾另一單娛樂消息蓋過，咁政府就浪費咗一次自我包裝嘅黃金窗口。例如，完全可以喺官方旅遊平台推出專頁，整合所有 BLACKPINK 成員喺港活動嘅影片、相片，加埋中英文解說，介紹所到之處嘅歷史背景、美食故事，既照顧國際粉絲，又可傳遞一個信息：香港係一個既現代又保留傳統，兼具中華文化底蘊同國際娛樂氛圍嘅城市。另一方面，香港近年舉辦咗香港流行文化節、粵語流行曲展演等活動，部分節目甚至刻意安排韓國元素，透過改編 K-pop 歌曲等方式拉近年輕觀眾。呢種做法本身無問題，但更加重要嘅係，香港要學識以我為主，將外來文化融入自家文化生態，而唔係一味追韓風、追外國風，否則長遠而言會稀釋本地文化認同。BLACKPINK 來講，只係一個契機，真正要思考嘅係點樣把握 K-pop 熱潮，向世界展示粵語歌、港產電影、廟宇文化、國家發展成就等內容，令香港成為連接中華文化同世界流行文化嘅橋梁。以持平角度出發，我哋更加重視嘅係香港喺國家整體文化佈局入面扮演咩角色。中央近年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展示可信、可愛、可敬嘅中國形象，而香港正正具備中英雙語、資訊自由流通、國際媒體高度關注呢啲條件。當 BLACKPINK 呢類國際 IP 來講，香港可以同內地平台合作，推出多語種短片，以 K-pop 眼中的香港與中國為題，將短內容投放喺海外社交平台，讓更多外國年輕人透過自己熟悉嘅偶像，對中國城市生活有一個貼地印象。當然，必須承認，政府近年喺城市品牌種數上已經做出唔少努力，例如大力推廣 Hello Hong Kong 及各類大型活動，但喺同外來文化 IP 結合方面，仍有改進空間。有時候，官僚架構容易抱住少做少錯心態，擔心與娛樂圈合作會惹非議，或因為意識形態過度敏感而猶豫。但從務實治理角度睇，如果合作內容有清晰底線，符合國家安全法律框架，又能提升香港吸引力，其實就應該大膽一些，主動出擊。因此，如果要評論政府今次有冇有效利用 BLACKPINK 效應，我會形容為合格，但未算優秀。合格係因為基本秩序維持良好，場地配套亦發揮到功能，並無出現大型混亂。未達優秀，則在於缺乏一套更前瞻、更主導嘅城市品牌策略，未將今次國際焦點完整整合到講好香港故事、講好中國故事嘅大途徑之中。3. 治理思路與管治信心，從怕事到善用規劃管理風險。最後一個角度，比較內地區內其他城市，一定會觸及一個敏感但必要嘅問題。在國安法實施後，政治環境轉變之下，香港政府對於大型群眾活動，尤其係年輕人聚集、情緒高漲嘅場合，是否仍然存在某種潛在戒心，從而影響到佢哋敢唔敢點樣用 BLACKPINK 呢啲國際 IP？ 事實上，今次演唱會喺秩序管理方面做得相當穩妥，雖然場外一度出現粉絲排隊逼擠畫面，需要保安人員疏導，但整體並無出現失控或嚴重事故，顯示警方、場地營運方、主辦方之間的協調運作良好。呢啲經驗向外界釋出一個訊息：香港係一個能夠安全、可預期地舉辦大型活動的城市。國安法並無令城市失去活力，反而在可控安全框架下，令活動更穩定。然而，從治港者角度，更深一層嘅課題係點樣喺穩定同開放之間取得平衡。若一味因為怕人多聚集有風險而對一切大型娛樂活動抱住防範心態，長遠只會令香港錯失同年輕人接觸與國際對接嘅窗口。BLACKPINK 演唱會顯示，只要有完善規劃、清晰底線、充足部署，大型娛樂活動並唔會自然演變為政治風險。真正考驗政府嘅
係能否將安全變成一種自信，而唔係變成畏首畏尾嘅藉口。從支持中央、支持特區嘅立場出發，我們應該鼓勵政府勇於在安全框架內嘗試更多創新。韓國利用 K-pop 推動旅遊，輸出國家形象，並無削弱其政權安全，反而提升國民對國家文化嘅自豪感。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可以學習嘅唔係韓國制度，而係其敢於將文化變成產業，將年輕人喜好變成國家資產的思維。當香港善用國家給予的制度底氣，結合自身國際定位，完全有條件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前提下，開展更多高風險但高回報的文化、娛樂、體育盛事。同時，必須指出，擅靠個別盛事唔足以重塑年輕人對政府嘅觀感。Blackpink 演唱會帶來一陣歡樂氣氛，亦令不少內地與本地粉絲共享同一空間，對修補社會裂痕有一定象徵意義。但若要真正重建信任，還需要政府在教育、房屋、就業等結構性問題上拿出更實在嘅方案。盛事經濟係一種潤物細無聲的軟性手段，可以輔助，但不能代替硬實力政策。所以，從治理角度對今次 Blackpink 效應作出評論，我會話，它驗證了香港在新制度下仍具備舉辦世界級活動的能力，也顯示政府已具備相當成熟的安全及秩序管理經驗。但要將這種能力轉化為長期、系統性的治理工具，仍需更高層次的頂層設計，以及更果斷的政策信心。只要政府肯放下怕做錯的包袱，以更積極姿態擁抱文化與娛樂產業，就能在不動搖國家安全底線的前提下，讓香港重新成為亞洲最具活力的國際都會之一。總括嚟講，Blackpink 今次喺香港開演唱會，為本地帶嚟幾個層次的啟示。經濟層面上，3場 show 帶動酒店入住率、餐飲、零售以及機票訂單，學者估計最高可產生近2億港元的經濟價值，證明盛事經濟唔係口號，而係可以用數據量化的現實工具。城市品牌層面，路試本地小食、呢實到車公廟參拜的畫面在海外網絡流傳，等世界年輕人見到一個既現代又保留傳統的香港，這些都是寶貴的城市故事素材。不過，如果問政府有冇充分利用呢次效應，客觀講，目前只可算合格，未算出色。政策上仍然偏向有活動就配合，未見到一個從上而下長線規劃的盛事策略。如何與主辦方簽訂更長期合作協議？如何將偶像在港片段即時包裝成官方宣傳資產？如何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形成互補，而唔係單點操作？呢啲都係未來必須填補的空白。站在支持中國政府，希望香港行得更穩更好的立場。其實我們並非要挑剔政府，而係希望政府可以更有自信、更有進取心。中央已經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為城市提供了穩定的制度環境，正好可以承托更多高水平的文化和娛樂活動。在這個基礎上，特區政府完全可以加大力度，一方面用好啟德等新基建，吸引更多像 Blackpink 級數的國際 IP 落戶；另一方面，更主動將這些盛事與講好香港故事、講好中國故事結合起來，透過短視頻、國際合作和大灣區聯動，向世界展示一個自信、開放而又有秩序的中國香港。未來關鍵唔係 Blackpink 嚟幾多次，而係香港可唔可以建立一種制度化能力。任何一場世界級活動，只要落戶香港，就會自動觸發一套完整的經濟帶動、品牌塑造、文化輸出機制。到嗰時，盛事經濟就唔只係一陣風，而會成為香港長期競爭力的一部分，亦係國家整體軟實力版圖中一塊獨特而重要的拼圖。多謝大家收睇歡樂世界。如果你都關心香港點樣善用盛事經濟，點樣喺國家發展大局之下走出自己路，不妨訂閱、點讚、分享同留言講下你嘅睇法。我哋下次再同大家一齊探討更多社會熱話。再見。